一早下日看，哦，就是规个中路拢个伫遐咧规个咱南众，伊就咱问啊，问说你是何人？甲咱倒落来啊，何方来？你也把伊人阮甲咱我的中路啦，伊讲说我并不是伊人，因为我今仔日是修灵了用，安尼，我是灵力。伊讲你若灵力，你的伊人好，你会接受去。你若修灵力，伊一支甲咱拍拉一支刀吼，伊也着伊手骨着斩一支遐。说啊，你有灵力，我来放一支，去啊你会疼，说伊袂疼，伊袂疼中间呢。伊讲说你当无咧收气我，是叫我讲嘛，所以我一点仔都无收气。说你要为着证明呢，你讲，用我要为着证明啊，我这个手骨若斗会起，就是代表我无咧收气，无咧振奋你。迄阵这灵的仙人就以迄个手骨更加过来斗，然后去，迄阵这个真吼。迄阵伊就真惭愧啊，那跪了逐摆，说你家是无简单的点落善人，我大生的吼，来出世一定要来出世做你的地主啊！这皇帝就讲安尼，但是出世伊的地主呢，就是我逐个咧讲的，经过五比丘之上一个，伊嘛伫当场发愿，第一个就是要来度伊，咧叫电路啦。叫电路，所以我比佢到第一个出家啦，咱也了解。所以咱即阵呢，我来讲一段呢，咱即阵呢，人就对啦，唔当一个啥物，你着管谈，着管谈你安怎哦，即种管谈讲了，你欺负我，我欺负你，即种斩斩杀杀的唔好，爱地缘性啦。事实就对啦，要成佛啦。一定就是爱有对台带来成分。你若是平平安安过日啦，顺单纯的过日啦，你一定就是袂当成分。安怎讲？你无对台嘛，因为有对台，你的德行，但如何来当教导，你才当明白这点，吼，才当明白这点。所以咱正爱了解这点，吼，所以大家阮老法师讲一句话，讲实咱自己看自己唔对，唔当目睭拢看，不看他人，拢看他人唔对。虽然要讲人，拢唔讲自己，其他人要听人音声，是非拢唔听自己，这种是正确的。净空法师一句话咧讲，净空法师，伊讲说众生事实是无限复杂，一平点啊。主要是咱的力量分别离去啊，分别相，那在灭亡呢，大家都幸福啦。但是咱众生的是分别性太大，事实在这人世间呢，要会当和平啊，要会当加上大家一直真好安乐的。一定就是爱有一种的看法，大家看能共的对啦吼，同意。看树就是看树，看厝就是看厝，莫分别成真当啊！你分别成真当呢，一掠起啊，就是一种咱的障碍，障碍咱的生活。按照障碍来生活，你每日起啊就是袂安嘛，就是心不安。啊！就地处啊，做了你的心，无法度能入定啊！无法度咱学佛的人是爱有定啊，无法度入定。啊，无法度入定的中间呢，自然而然啊，你造成甲你会起毛病，会起疑心，迄中间你就害去啊，就佛法就听袂入去啊，大家就是听得是非啊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。一定就是无是无非，咱来了解，因为三宝世界是堪忍的世界，所以咱会堪人欺负，会堪人安怎
这是咱的心念的问题啦。所以咱一直众生，该是有佛性，该是有佛性。每一个咱成佛，是咱今仔日是袂讲哦，就是咱的心态的问题呢。心态就是咱什么问题呢？心态就是讲说，咱差别性分别得太厉害啦，这种问题。所以咱这时代跟咱学佛的人，咱爱用平等心来看法啦，用平等心来看法吼。咱就去了解这点。因为在这中间，伊做人的先人了后来，过来度我比丘，了后，再来算五戒啦。伊的成绩真谈来说算五戒。今日我讲的就是要讲这五戒。五戒为着缘起呢，五戒为伊有一个，假算中间为一个，假算伊的地主啦吼，或者地主缘起的啦，或者地主安怎缘起呢？伊这中间就是佛陀在世吼，拢在4月15到7月15结下安基，结下安基的中间啦，结下安基的中间就是其中内底有一位吼，啊算咧破病，抽咧破病，啊叫医生看，医生看后，医生建议着爱食，啊算一种的肉带好啦，肉汤带好，伊身体带好起啦。但是有一个迄中间有一个真发心的吼，也在大婚女就对啦吼，迄是作用互三宝的这，听着伊安尼讲，伊若倒来吼，倒来就算就去买买肉就对啦，买买肉来煮好食。啊，买拄啊皇帝就对啦，迄国王要选着王主，就算金台一礼拜吼，金台一礼拜中间。迄礼拜中间就是讲无咧卖鱼卖肉，拢无落尾咧，伊答应这 BQ 就对啦吼，这神的 BQ 就对啦吼，已经吼答应伊的肉要好食啦，但是无迄阵伊若挂伊的骹头肉去煮好食，骹头肉挂起来，啊煮会当叫因的使用人的上来或者 BQ 使用一只，在肉了，伊身体就用起来。但是用起来中间的功夫，佛陀会知影，佛陀会当了解伊有神通了嘛，吼，伊会知影这种代志，所以会知影这种代志，伊若伫迄中间，咱来找因这同修的或者大军，这吼。这名大啦吼，是大军人的军吼，大军，因这头家就对啦吼。说你若无看你大军女咧，伊咧艰苦无出来。但是佛陀咧，伊会知影这种情形，伊若用气来拍伊吼，互伊这骹骨迄是水，假如伊骹骨咧，迄假如所迄空水就对啦，若好起来袂疼，但行出来。听出来，他顶礼就对，他佛陀顶礼，佛陀咱问伊，伊才讲这条故事啊，佛陀听，啊佛陀伫遐解解啦，解五解，解五解中间我就是讲解五解，咱今日就是要来讲五解，这是大约讲你听。即么这五解中间吼，第一就是杀业解，杀业解是非常可怕。看到非常可怕，咱我家就是杀盗淫，吼，杀盗甲淫，甲忘年之语恶口良舌甲酒，这五戒，这是根本的大戒。你有修行人，无修行，咱有皈依三宝，无皈依三宝，要出世人一定就是爱这五戒依照啦，咱出世人啊。你若无咧，你一定无法度出世人。